所以你们和工作人员相处都是很 OK， 非常 OK， 很 nice 啊，他们非常的 nice， 真的。那私下会就是关心你们啊，或者怎么样传讯息啊？我们就是发通告啊，然后提醒明天的工作是什么，要带什么，正常上班工作。对。超大好运，持续创造收视佳绩，联手攻占有线无线台戏剧黄金时段，预祝女力报道小子女上班季收视长虹。应该是说，我从之前就有在看《女兵日记》，一直到《女力报道》，然后没有想到我10月就加入了，然后能跟这么多的美女们一起合作，而且昨天拍了那场戏还印象蛮深刻的，就是没有遇过素娥，对，然后我还就是故意加一个暗场，小心那个是谁啊？对，就是期待在新的一季可以跟其他的角色，不要讲女生好了，对，因为这样你会生气，我知道。对，就是希望跟其他的对手有一些新的火花，因为之前都有看他们的戏剧，我觉得他们的戏上面都是很棒的。然后期待火花，跟期待在新的一季跟方心有什么乔青新，然后有一些新的剧情，我其实也蛮期待。所以每次看剧本的时候，我都有很有期待的心。编剧不要让我失望。对。真的是一个会撩妹的人吗？我已经退出江湖很久了。没有。所以会有更多的笑点，或者更多的一些互动。有每次我们看完剧本，然后就会开始对戏嘛，对戏之后，上面看到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来想对，就加进去的，然后。讲完之后，我们自己还很有成就感，我觉得这场好好看哦。因为之前就有网友会说，编剧好厉害啊，他怎么把那个梗想进去啊？是我说对。那你们觉得谁是最佳极致王？就是加的最好。我觉得三藤也蛮厉害的啊，小白也很厉害。马大哥靠你马大哥最强是马大哥，对。马大哥一半一半。他有的会被剪掉，太多。那在那个也是跟工作人员合作算是有一段时间了，就是可是被爆出这种什么比较不好的负面，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就你们相处起来并没有那样子，就是和工作人员没听过是没听过。对啊。所以你们和工作人员相处都是很 OK， 非常 OK， 很 nice 啊，他们非常的 nice， 真的。那私下会就是关心你们啊，或者怎么样传讯息啊？我们就是发通告啊，然后提醒明天的工作是什么，要带什么，正常上班工作。对。差不多了。谢谢。